自从认识了他以后，好像每件事情都跟他有关，都跟他有牵连。慢慢的，也就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习惯了有他，也习惯了不由自主的会想起他。那就是喜欢啊。喜欢啊，这就是喜欢吗？我之前有一个喜欢的人，直到那个人他负了我。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很难过，结果反而更多的是失望。我问自己，这就是喜欢吗？我也不清楚。所以你刚刚问我，是不是喜欢你们家公子？我也不知道。公子，千雪，你退下吧。你都听到了？嗯。这不公平！你让他来套我的话，我的心思你都知道了，我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坐。你想问什么？我想知道，你对我有什么感觉？想听实话？你很聪明，很特别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子。桀骜不驯，机灵巧侠，却又忠肝义胆，为了朋友，可以连命都不要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我就对你有兴趣。只是，处久了，看多了，一切就不再新鲜了。终究，男人想要陪在身边的，还是那些乖顺听话、小鸟依人的温婉女子。你明白吗？为什么笑啊？之前我被关在催凉殿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逃不出来了，结果脑子里面第一个出现的人竟然是你。我那一瞬间还问我自己，是不是喜欢上你了？是挺好笑。谢谢你今天跟我说了这些，让我知道我之前的心思有多愚蠢。也谢谢你的坦白，我会自己处理好的。你会怎么处理啊？该报的恩，我一定会报的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烦你了。我不需要你报恩。
如今你碍着我的事了，我只希望你尽快修饰。至于你身上的封印，不必了，我的事跟你再无关系。你说说你，你说你啊，你瞧你这事儿办的，这寒衣节的彩灯，这怎么能用黑色的呢？怎么能？这寒衣节是喜日子，是王上选后的日子，知道吗你？你这样怠慢，你小心挨板子你！真是，你快去吧你！是，快点！真是的，我这一眼看不上就给我捅娄子！哎，小心点儿！宇文姑娘，今日宫中守卫都是自己人，穿上这身衣服，带上腰牌，不会有人为难你。至于宇文子这个身份，你放心，公子会处理好的。十月朔，十月朝，寒衣祭祖，不忘先人。太原寒衣节，起！皇上，这么好的日子，怎么看上去您好像不大高兴啊？有吗？国公您多虑了。
姑娘，请随我来。是他自己说让我走的，现在你又让我留下来，你们这是一起来耍我吗？姑娘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公子也有他的苦衷啊。我这次是自作主张，也知道定会被公子责罚，但有件事，江枫真的不能不说。什么事？姑娘可还记得，公子那晚为你去找佘昆凌？姑娘只知道佘昆凌找回来了，却不知道，公子因为此事受了长公主3掌，元气大伤。江枫自幼跟随公子，这么多年来，从没见他在意过谁，也从没见过他为了谁能这般心甘情愿不顾生死。可他明明装得那么不在乎。公子，那是为了姑娘的安危。他知道姑娘身上有伤，不想再让姑娘涉险。可如此一来，公子的谋局，甚至是公子自身的安危，都会成为变数。这些他都不会告诉你。你是说，他是不希望我涉险，所以才故意那般对我？姑娘，让我把话说完呢。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寒衣节已经开始了，我还是不要迟到了。江枫，谢过姑娘。